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10月22號啊。咁呢條係第3條片嚟噶。咁呢集係第2集嚟嘅喎，繼續講翻嗰個美國澳洲元首嘅記者會啦，即係嗰個稀土協議簽約儀式，同埋咧兩邊個雙邊嘅會談啦。咁啊，今集咧嗱，其實我分咗4集啊嘛，呢一次嘅記者會呢一集咧其實幾好分嘅呢4集，因為呢一集咧好多專門係講軍事喎，好似有鋪排咁啊，連啲記者係嘛？大家都講好多軍事啦，咁啊今次咧美國同澳洲咧有個 AUKUS 啊，同埋英國3國啦，咁啊搞啲潛艇等等啦，跟住澳洲英國咧都會一路研發一啲新嘅潛艇等等啦，咁啊會更新啲潛艇添。咁啊呢集咧特別有啲爆料喎，哇！特朗普竟然話咧 B2 訓練22年，當中有幾代人喎，哇！講緊咩啊？炸伊朗咁樣喎。咁啊另外咧，哇！記者竟然問到咧，中國2027年攻台喎，喂，好似咧大家都咁樣講嘅，係咪真㗎？咁啊仲成秘密嘅咧嚇？嗱咁啊，但係咁樣講嘅時候咧，咁啊特朗普竟然咁樣答喎嚇？點答咧？咁啊不如去片啦，大家去聽下啦。仲有一個就係咧預告定下一集啊，下一集第3集咧就會比較 focus 啊，真係講緊咧同中國嗰個戰略啊，同中國嗰個叫做稀土嗰個咁啊點樣競爭啊，點樣取代啊，去中國化供應鏈啊等等啦。下一集就會講呢一方面噶啦。咁啊睇咗今集先，咁啊當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去講啦。咁啊事不宜遲啦，不如咧去片睇下直接嘅呢個廣東話配音呢個會議全記錄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咧 like 我呢條片啦，同埋咧 comment 或者咧一個 emoji 咧，俾啲鼓勵我哋做呢啲片啦。咁啊呢條片咧都係有啲瑕疵，因為咧有好多疊聲啊等等啊，好多人講嘢啊，咁啊所以有可能幾個 percent 啦，5-6% 瑕疵到啦。咁啊希望大家見諒都嘅，繼續啊俾個 like 我鼓勵我啦。去片呢個係到咗8月防衛協議對澳洲嚟講係一個好關鍵嘅議題。你其實冇真係公開講過太多關於呢啲嘢。呢單交易係喺拜登任內達成買潛艇俾澳洲，但係其實你哋自己都未必夠。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有冇一個共識？呢單交易嘅細節係點？你支唔支持？你會唔會嚟？個協議其實好耐之前已經簽咗，但係一直都冇人真係做過啲咩，進展得太慢啦。其實我哋有好多潛艇，我哋有全世界最好嘅潛艇，無論邊度都冇得比。而家仲繼續建緊，而家仲有幾隻潛艇係建造中。而家我哋開始所有嘢都已經準備好，同 Anthony 一齊，我哋為呢件事努力咗好耐。而家正式開始呢個程序，我覺得而家進展得好快，好順利。但係如果唔係啱嘅，總統繼續落去。澳洲債券 Carry 已經攞緊，唔係佢哋一定會諗到總統先生 Kerry 國務卿32。有人睇過啲秘書用秘書。多謝。自8月伙伴關係建立以嚟，中國嘅不良行為實際上變得更加糟糕。考慮到呢一點，澳大利亞係咪有可能獲得協議中尚未包含嘅更多核動力潛艇或其他軍事能力？我認為中國非常尊重我哋，佢哋以關稅嘅形式向我哋支付巨額資金。你都知啦，佢哋而家要俾55% 嘅錢，呢個數真係好多錢。過去咁多年，佢哋一直都冇俾過錢。但其實佢哋都同其他國家一樣，好多國家都曾經利用美國。而家佢哋唔再可以咁樣佔便宜。中國而家要俾55%，如果11月1號之前我哋咁傾掂數，仲有機會升到155%。同習主席有個會面，我哋同中國嘅關係好好。我哋過幾個星期咧會喺南韓見面，到時睇下可以做到啲咩。我哋同中國嘅關係真係幾好。不過你都知啦，其實都可能有啲似你同中國嘅關係嘅，佢哋都會試下佔便宜。不過大部分國家都係咁，即係我可以話歐盟都曾經佔過便宜，但係而家唔得啦。我哋傾咗一份好公平嘅貿易協議，日本我哋都傾咗一份好公平嘅協議。南韓我會喺嗰度同習主席見面，我哋都傾咗一份好公平嘅協議。我都預計我哋好大機會同中國嘅習主席傾到一份好公平嘅協議，所以大部分呢門咧都會同我哋一齊，一定會好精彩。我覺得我哋會傾到一啲對兩個國家都有好處嚟嘅，咁佢哋快速移動。事實上我
我去過澳大利亞嗰度嘅高爾夫球場，確實好正。但係事實上，我去過澳大利亞，你會再嚟咩？我願意。事實上，我已經被邀請去，我必須認真考慮一下。呢個確實有可能。總理部長今日邀請你啦，佢做到啦，係我哋可以相佢安排喺同日由澳大利亞主辦嘅總統杯上邊。咩時候？總統。喂，總統先生，我哋會喺你方便嘅時候安排。後退，係嘅，喺後邊。總統先生，總理提到貿易不平衡對佢非常有利。點解美國要對朋友同家人徵收高額嘅關稅？我哋冇咁樣。喺好多情況下呢，我哋確實會咁做，因為我哋受到咗不公平嘅對待。但實際上關稅非常低。一件事係你購買咗好多飛機，所以呢個好有幫助，因為你購買咗好多靚嘅波音飛機，最好嘅波音飛機。順便講一句，波音公司確實做得好好。好多訂單咧，佢哋確實做得好好。咁咪做嘅飛機真係好正。但係澳洲咧，因為佢嘅地理位置雖然好，但係其中一個因為地理位置而帶嚟嘅影響就係你哋要訂好多飛機。所以我諗我哋有呢個優勢。澳洲真係需要好多飛機，佢對我哋嚟講都算有啲優勢嚟嘅。總統先生，你嘅戰爭部長去揀嘅。上次你喺戰爭部長嚟到議會發表演說，我記得應該係5月，佢就警告過習近平主席有可能會下令入侵台灣。2027年都係 Fleet-Based West 預計開始輪換美國同英國潛艇嘅年份。你覺得 AUKUS 嘅印太地區對中國有嚇阻作用咩？係啊，我知道，我認為係嘅，但係我認為我哋唔需要。我認為我哋同中國嘅關係會好好，中國唔想咁做。首先，美國係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嘅軍事強國，根本就唔接近，爭好遠嘅。我哋擁有最好嘅設備，我哋擁有最好嘅一切，冇人會干擾呢個。而我完全冇睇到習近平主席有咁嘅表現。我覺得喺台灣問題上，我哋會相處得好，但係呢個唔代表台灣唔係佢心頭好，因為好大機會係。但我睇唔到會有咩事發生。我哋有好好嘅貿易關係，我覺得我哋將來咧都會有好好嘅關係。但係當我哋離開南韓嘅時候，可能會喺羅馬啦。但係我覺得最終我哋會達成一個好強勁嘅貿易協議，我哋兩個都會滿意。我唔認為呢個會發生。而家關稅已經太神奇啦。因為你知道關稅確實係我能夠解決幾乎所有戰爭嘅原因。你知道我喺8個月內解決咗8場戰爭，唔錯。我仲有一個要去係俄羅斯烏克蘭，我諗會搞掂，但係而家變得好麻煩，因為有2個領袖真係互相憎恨。你知啦，唔可以樣樣都攞晒，係咪？佢哋對對方嘅憎恨超越一切，咁樣其實都令件事有啲難搞。8單交易入邊，我會話因為關稅有4-5單都解決咗。關稅嘅威力對我哋國家嚟講真係好勁，但係關稅一直都係用嚟對付我哋，我哋從來都冇用過嚟對付其他地方。而家你有個總統因為國家安全同其他原因開始用關稅，而家我哋又變翻一個好富有、好安全嘅國家，但係我哋都變咗一個會用關稅同貿易力量去解決戰爭嘅國家。解決咗我講過8場戰爭入邊嘅5場，我解決咗8場，我對呢件事好自豪。仲未有其他人解決呢個問題，我認為仲未有邊位美國總統解決過咁嘅問題。我認為除咗涉及嘅2個國家或處於戰爭狀態嘅好多國家之外，可能冇其他情況。我認為從來冇一個外部國家能夠平息戰爭，僅此。所以我喺8個月內解決咗8個問題，我對此感到自豪。與此同時，我而家所管理嘅國家係世界上最熱嘅國家。1年半前我哋死咗，我哋係一個死咗嘅國家。而家我哋係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嘅國家。但係我要講嘅，澳大利亞支付嘅關稅率非常低，非常非常低。事實上，澳大利亞繳納嘅關稅係最低嘅。繼續。總統先生，
澳大利亞方面一直擔心今次會議耗時9個月。你係咪對本屆政府喺巴勒斯坦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上嘅立場，甚至澳大利亞大使過去對你講過嘅話感到擔憂？我對此一無所知。如果佢講得唔好嘅話，咁或者佢會願意道歉，我真係唔知。大使講過啲壞話，唔好話俾我聽。去睇邊度？你仲喺度做嘅？係啊，你話唔好。以前我擔任呢個職位嘅，我同樣嘢唔中意你，我唔知，我可能永遠都唔會咁做。繼續，你去咗，繼續。後啲新聞海軍新聞社表示，將會對呢方面嘅一啲模糊之處作出澄清。你諗下俾我哋聽啲咩咩？佢哋會處理好呢件事嘅。呢啲只係細節，我可以問你。特別是喺約翰，你會處理好呢件事嘅，正確嘅，我唔需要再做任何澄清，因為我哋而家正全力以赴咁建設。中東先生，你對澳大利亞嘅國防投資滿意嗎？想澳洲再加大投資嗎？國防，我諗多啲，佢要自己做應該做嘅嘢。你知啦，如果只可以做到咁多，我覺得佢哋已經做得好。咁而家起緊好犀利嘅潛艇停泊區，呢個都會好貴。你都唔會信有幾複雜，係咪先？仲有幾貴？佢哋而家起緊好大型嘅碼頭，因為佢哋有好多艦艇同埋好多嘢要處理。我覺得佢哋嘅軍事力量一直都好強，好強。唔該你現場直播，我會嚟幫你，我會嚟麻煩你。總統先生，關於你仲未解決嘅戰爭，烏克蘭同俄羅斯嘅情況，你而家有冇已經安排咗會面？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幾個星期前你喺聯合國大會講過烏克蘭有可能贏呢場戰爭同埋保住自己領土，但係而家個講法好似有啲唔同。咁但係佢哋依然有機會贏，我從來冇話佢哋一定會贏，我話佢哋有機會贏，咩都有可能發生。你知啦，戰爭係一樣好奇怪嘅，有好多壞事會發生，亦都有好多好事會發生。如果你睇翻中東，我會話係我哋咁樣重手打擊伊朗之前，我哋根本唔可能做到嗰個協議。因為如果我哋冇摧毀咗佢哋嘅核能力，中東就會有一片陰霾。呢個可以話係史上其中一個最出色嘅軍事行動，真係完美無瑕。你都見到啦，嗰啲壯觀嘅 B2 轟炸機，我意思係呢個真係一個完美無瑕嘅行動，係啲好有才華嘅人做出嚟嘅。由 Pete 帶頭，仲有其他人同我哋啲出色嘅將軍，特別係 Raisin King 將軍，我哋真係做得好好。當嗰件事發生咗之後，一切都唔同晒。我哋先至可以達成協議。如果我哋冇咁樣做，其實你知啦，佢哋想做呢件事已經22年啦。首相先生，22年嚟，我請咗啲 B2 轟炸機嘅機師嚟，佢哋嚟咗 Oval Office， 我覺得應該要咁樣做。佢哋來回飛咗37個鐘頭，我哋有50架機，我哋有52架加油機喺上面，我哋有好多飛機同佢哋一齊上去，但係佢哋係主要嘅飛機，但係我哋真係有好多飛機。F-22、F-35 同 F-16 都有，我哋有好多飛機，但我哋有52艘油輪，真係不可思議。咁就好似係一次完美無缺嘅任務。當佢完成嘅時候，咁都啱啱開放，驚人嘅。佢哋想咁做已經22年，有人員向我走嚟，佢哋話你知道22年嚟，我哋同我哋嘅前輩每年都進行3次咁樣嘅演習。呢啲而家後生嘅飛行員你知啦，但係佢哋而家都大咗，前輩都練過。咁佢話我哋從來都冇一個總統會俾我哋做，但我就俾咗佢哋做。結果完全打開咗中東呢個行動，將中東上空嘅陰霾掃走咗。我哋以前有一片黑暗，中東上空嘅烏雲，而家一切都唔同啦。我意思係，雖然而家同哈馬斯有啲小狀況，但係如果佢哋唔自己搞掂，好快就會有人處理，因為佢哋已經違反咗佢哋嘅特權。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